就在道理，晚晚起床就早早起。喂，不要唱就买唱，知道理就知道理，莫搁知道理啦。飞哥，还没事，你有心事是了。哎，不过老实甲你讲啊，我吼觉得我是一个乐天知命的人，什么阮拢无惊，是一个无烦恼的人。哎呀，搁毋过做了老爸了后啊，有了一个查某囝，才会深深的体会到讲这个烦恼这两个字啊。哎呦，有影是真烦恼啦。我烦恼啊，烦恼什么啊？我烦恼甲你讲啊。是啊，咱朋友嘛。哎呀，我甲你讲，你阮无用，你袂晓的呢，嘛甲你讲。你无讲，当然我嘛唔知影。哦，我无讲你就唔知。是。我若讲了你就知。是。我若无讲你就永远唔知。飞哥，莫涂啦，较紧啦。所以我就爱甲你讲，你才会知啦。是哟。我是讲啦，查某囝大汉了，我会担心啦。查某囝大汉的意思就是讲通嫁咯。咱旧时阵的查某囝咧，就较早嫁人，即阵咧就无相咯。就是安尼咯，查某囝大汉了，我担心伊嫁，唔知嫁好无，唔知嫁着人无，唔知有幸福无啦。嫁人啊，安尼有交好朋友是无？有交好朋友啊，伊男同学是真多啦。同学啊，啊，不过伊几岁？伊啊，伊3号半。3号尔是哦，飞哥，你开始烦恼伤早啦。哈咪伤早啊！这个烦恼，我甲你讲，我查某囝甲别人无相款啦。伊佫巧佫聪明啊，一号也叫爸爸妈妈，会晓画画，会晓写字，会晓唱歌，会晓跳舞啊，比我较好看，比阮某佫较水啊！你讲我无烦恼啊？哎呦，有影无？我看你吼是家己学，唔惊臭错。你臭错嘛哈？家己学唔惊臭错，就是像伊款人吼，惊别人唔相信伊的话，就将家己咧学咯，甲太过分啦。家己学咯，唔惊臭错，我知影这个意思。我是讲哦，我讲的是事实啦，我讲的是新鲜的代志啊，所以袂臭错的。袂臭错，袂臭错。啊，即马我鼻都臭错啦。啊，你鼻着臭错啊？是啊。这个是你家己家己台味啦，管我咩代志，臭错。